嗱，兄弟姊妹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。嗱，見到我係講日談呢個經節本節家學得啲上帝嘅福，在歌羅西3:8咁樣講到，但係今下攏總家係拿嚟想hết，係咪想hếtนะ？即係心中道理被不壓嘅啊，被發想嘅啊，被做廢嘅啊，被嚟人嘅啊，被講出廢話啊。攏總唔好自家求理出，攏總唔好在心度裏創造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歌羅西32節咁樣講自家啲，因為到自家都係上帝選嘅人，上帝託嘅人，親情嘅人，上帝錫嘅人。嗱，點辦呢？嘅接係帶出自家嘅心中道理，要恩愛嘅心。要慈悲嘅心，良善嘅心，要謙卑嘅心，要溫柔嘅心，要忍耐嘅心，嗱，即個係帶出攏總了解，在心中道理唔好發想，要錫人。但係呢，因為咧歌羅西33節咁樣講自家啲，自家要忍耐對攏總人，然後係講人家特色自家係忍良嘅。唔好表在心中道理要少，自家係原諒，向上帝原諒自家一樣，因為上帝原諒了自家也係原諒攏總人類要特色自家嘅。嗱，記得提醒交代埋嘅自家心中道理，唔好要加唔好嘅，唔好要壞心，唔好要唔甘人心，攏總係想hết帶出仁愛、慈悲、良善嘅心。謙卑嘅心，溫柔嘅心，忍耐嘅心，呢係上帝愛嘅，係自家要咁樣嘅心，我相信上帝祝福自家平安快樂，要平靜嘅心，在社會裏得到上帝大家同在，阿門。